来是台中的营总有护理师甲前立委颜宽恒来တင်情，讲这个病院征用避热口的病房来做确诊者的病房，但是无做安全的防护，敢若用大大地塑胶布甲扎起来，根本无咧要紧医护人员的安全。若讲到这个台中的营总，医疗的量能是毋是都红顶了？讲院长陈锡安写批予市长罗秀燕。拜托，请马上甲中央工行快胎提药的得来速甲关掉。陈锡安讲，有将近9%的员工来确诊，阁爱派去阳性的确诊率达到80-90%的场所来工作，伊用残忍2字来形容内心的感受。结果，这个台中市卫生局马上甲这站得来速甲收起来。我要来快筛的。下早落雨，民众穿雨满骑机车来到台中市的中央公园，想要做快筛，入口煞关起来，大公告写今仔日开始本站停止服务。为什么停止服务啊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好像也没有说嘛。然后照这个站点的台中营总院长陈锡安，写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批公开，批内底写有关中央公园快筛站，请市府随关起来。台中营总计划伫咧5日1连假，予员工休困3天，并启动中央公园的业务。消息传出去了后，市府遂要求3天启动。台中营总坚持上济敢开放拜5、拜6，市府佫一摆要求礼拜1嘛要开半天的服务。假期所有的医疗量能可能会有点不足，所以我们就情商荣总，我们也是拜托他们说，是不是假日还是可以开个半天？那台中总那时候也是欣然同意。另外，陈锡安伫咧批内底写，台中营总的医疗量能有员工确诊染疫9%，佮要继续派医护人员去阳性率达到80-90%的场所做工课，真正是做残忍的。尊重啦，我们尊重。卫生局强调，当初协调台中营总开立这个快筛站，是希望让疏解民众去急诊排队体检的人，甲急诊留予有需要急救的民众。中营嘛接受这个任务。即马有人力无够的问题，市府嘛遂要求关中央公园的快筛站，未来嘛袂阁开设。中营医疗量能无够，医护人员高压工课，有护理师就向前立委颜宽恒点情，提供病院内底相片，病房和护理站中敢有用大地拿是塑胶布扎咧，别个防护都拢无。颜宽恒讲护理师的心内话，讲中营为了配合中央甲北部的患者为南部送，甲泌尿科病房改做是专职病房，大量收确诊的患者，煞无安全的所在会当食饭换衫。敢若一块塑胶布安尼扎咧，互医护人员拢感觉真无安全。并不是事实，因为我们台中总的专责病房的设置都是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还有我们的感管中心，不管是动线或设施都是符合标准的。对这件代志，中营发声明讲，本院专职病房的设立和路线规划，拢有经过感染管制中心的评估来设，毛条清气6间病房，予医护人员会当好好食饭和休困。大所在阁有全部生活用品和食的拢免费提供。毛强调，拿色的塑胶布是路线分流指引，避免人员会无设立检去感染管制区内底，背回颜宽恒的铺文是无影的代志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